拉姆納拉揚拉姆，我們重念的咒語在生命中給予我們幫助，它將引領我們邁向偉大的道路，而我們對這條道路一無所知，探索未知的渴望，追尋真理的內在願望，將通過我們的感官和言語驅動我們前行。刻住聲音的能量，我們應當努力與宇宙及其創造合而為一，正因如此，人們才會重念聖名或咒語。咒語就像一種語言，如果你能掌握這種語言，你將獲得一切語言的差異並不存在於心中，在我們內心深處只有一種超越一切語言障礙的語言，那就是聲音，那普遍的旋律的聲音，它通向萬物的創造。我們應該能夠與那旋律、那詞語、那聲音合為一體，我們需要意識到這個詞語的存在，這個詞語蘊含着巨大的力量，能引導你與宇宙的偉大能量合而為一。這就如同自然與靈魂的合一，這種合一本身就是愛幻象與吸引力。我們都被這種愛幻象和吸引力所束縛，因此在這個世界上，所有生命都是彼此相連的。愛讓眾生團結，如果你渴望愛，它就會嚟到你身邊；如果你拒絕它，它便會悄然離去。